收到幾十個不約而同嘅一個最近嘅一個新聞資訊，個新聞呢就係咁嘅，俾大家睇下先。呢個呢就係一個台灣嘅新聞嚟嘅，咁佢哋呢上面就係咁樣寫嘅。OK， 30歲大陸男全職搖盲盒，月入130台幣，你當即係話30幾萬啦，月入30，年入30幾萬，佢笑住講，已經咧係搖咗3年啦。中國浙江一名95後男子小雨，靠着全職搖盲盒闖出一條生財之路。大學期間咧，透過潮換買賣實現經濟獨立。畢業後更加投入盲盒經營，年收入高達30萬元人民幣。佢對於自己練就神技也笑說是吃飯的本錢。年收入30萬，屌你老味！我計一計數先，計算機小算盤，年收入過18,000萬10萬，齋靠揈盲盒，佢每個月揾到25,000蚊。我屌你老母，咁仲返咩工啊喂？我每日就係去嗰啲乜撚嘢信和啊，去 Pop Mart 啊，嗰度齋揈得啦。屌你老母，我仲要係量子力學鳩揈法嘅始創人佢3年前開始揈，屌你老母！我5-6年前已經開始揈啦，仆街！屌你，我仲係乜俾仲我量子力學鳩揈法，我仲要俾人笑嘅。但係人哋已經每個月靠呢樣嘢揾緊25,000蚊啊！根本呢樣嘢係有得做嘅。屌你，我明明可以靠呢樣嘢揾食。我就係行咗一條更加困難嘅路，我明明可以好容易靠我量子力學鳩揈法創辦人多年嚟嘅鳩揈法，好輕鬆咁樣靠揈盲盒已經可以得到每個月25,000蚊嘅收入，但我冇咁做，我屌你！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新聞之後唔好再笑鳩量子力學鳩揈法，認真。係可以靠嚟揾食，甚至乎係可以攞嚟致富噶。當然啦，你一定要揈到有咁上下實力，有咁上下勁先得啦。屌你，係咪先？唉，屌嗱聲，因為呢條撚樣呢，就攞鳩揈法嚟賺錢嘅，我就攞鳩揈法呢嚟自娛自樂嘅我都幾肯定呢個乜撚嘢浙江男子小雨都係喺大陸翻牆睇完我啲 YouTube 片信和襟兄弟之後先會產生呢個想法嘅所以我會認同佢係，我會頒一個量子力學鳩揈法嘅榮譽學位俾佢噶浙江男子小雨雖然我同你素未謀面但係我作為量子力學鳩揈法嘅始創人，見到你將呢樣嘢發揚光大，所以我決定喺呢一刻頒發一個量子力學鳩揈法嘅榮譽學位俾你小雨雖然我唔知道你會唔會睇到但係我頒咗俾你噶啦 ，OK 就係咁，亦都多謝你將量子力學鳩揈法發揚光大亦都幫作為會長嘅我係平反咗呢樣嘢呢，係原來可以攞嚟揾錢嘅原來唔係真係鳩揈，係有理有據 ，OK 係經過精密嘅計算而去產生出嚟嘅 ，OK 我真係無言，咁多嘅手續，懷疑嗰條友睇完你條片而學識入行，你算係佢半個師傅。小雨，如果仲睇緊台，建議跑排會員小雨，你聽我說就是因為我看到你這個全職
謠盲盒的那个新闻，我就知道你是看了我的 Instagram 的影片，就是你都应该知道我是那个量子力学的构分化的那个创办人啊，就是知道你将我们这个门派啊就发扬光大啊，就这里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呢你就帮助我们这个门派发扬光大的关系了啊，所以我决定在这里给你颁发一个荣誉的学位啊，就是表扬你对这个构分化的贡献啊，谢谢你小雨。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直播啊，就欢迎你送出派会员啊，就是支持一下啊。这里很多朋友们也在学习这个构分化啊，就是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啊，就是靠这个量子力学构分化了，也能拿来赚钱啊。分到自己想要的盲盒啊！我是小雨本人，我哋中國人係勁多手足。我除咗量子高分，仲日日偷片上俾你，而家已經財自咗啦。你原來除咗高分之外呢，原來仲將我哋嗰啲片係成條吸過去俾你嗰度賺錢啊！我屌啊，手足！你成條片懟佢俾你嗰度做咩啊？嗶哩嗰度係有得，都係有嗰啲咩點擊，有會員嗰啲噶。我屌啊！小魚就話啦，闖哥你已經唔再係我嘅師傅啦，咁冇嘅，只能夠講啦，教識徒弟冇師傅呢啲咧就周時有嘅。